今日嘅心情有啲沉重，因為我哋必須打擾他的安寧，將佢嘅墳墓再次打開。點解要咁做呢？喺呢個視頻裏邊，等我一一同大家分享點解祖宗遷墳對於華人嘅習俗嚟講係一項好被重視嘅一個項目。因為當一個家族嘅祖宗墳墓受到不必要嘅干擾與變化嘅時候，佢會直接影響子孫後代嘅福澤同安寧。再加上因個別嘅家庭事故因素，我哋冇辦法被逼要將爸爸嘅墳墓遷離，為佢揾個更好嘅地方。當墳墓被打開嘅時候，更驚人嘅就係墳墓嘅風水竟然大大被破壞。棺木嘅腐爛程度，讓地面滲入的雨水流落剩下嘅棺木結構，形成水光，浸住先人嘅骸骨。爸爸嘅骸骨被執起後，就被送到火化場高溫火化。在陰宅風水裏邊，有句說話叫做天水壓骨，而爸爸長期被天水浸住，就係所謂嘅天水壓骨。高溫火化就將所有嘅天水解開。OK，係咁啊嘛，呢個位睇，呢個係頭蓋、頭殼，個骨全部喺入邊啦。所有嘅事情辦妥後，我哋亦準備將爸爸帶去一個更加好嘅家園。我哋為爸爸挑選嘅新家園地方寬敞、乾爽，坐北向南，磁場稍為比較穩定，唔再怕日曬雨淋同天水壓骨嘅問題。入新屋啦 ，Beauty here。相信爸爸喺呢度，終於真係可以安息啦。而我哋子女亦盡咗我哋最大嘅責任去盡孝道，呢個就係我哋中華文化必須要有嘅美德。